现在咱嘛安静心来甲做三结论，求信心现在就自由运行伫遮，甲咱同心做伙，安静心，咱真热心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诗篇100篇40安尼讲，着因感谢立伊的门，因恶罗立伊的院，着感谢伊。恶罗伊的名，一时咱听候咱的主，感谢咱的主，恶罗咱的主。首先，咱做伙来献上恶罗，甲感谢，咱做伙开声来感谢咱的主。哈利路亚！咱做伙开声，亲爱的上帝，你是阮的快乐，我是阮的崇拜，我的心我靠你，就得到帮助。主啊，主啊，今仔日是你空日啊！一个主日，阮来到你的圣殿，你的殿，哈利路亚！阮听候你，阮感谢你，阮爱慕你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阮的快乐，也是阮的崇拜。阮的心我靠你，就得到帮助。主啊，今仔日是2020年头一个主日，阮来到你的圣殿当中，毋是靠阮家己，是因为你的恩典将阮三甲出去。感谢你过去一年的看顾甲引带，阮的心充满欢喜，充满快乐。因为你的保守甲看顾无停止，无论阮生命当中拄着什么款的挑战，主啊，阮知影你总是伫阮的身边。阮感谢阿罗你，将是阮全心全灵献上予你。阮所唱的诗歌，所献的敬拜，阮的人生。阮全然来献予你，主啊！恳求你，到现在自由运行伫阮的中间，相信每一位兄弟姊妹有一粒渴慕的心来亲近你，甲你相结连。愿阮伫今仔日的敬拜当中，甲你相拄，伫个诗歌当中，阮得到快乐；伫个祈祷中，阮咱领受新的愿望。愿安尼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约翰一书1章9节安尼讲：咱若认家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一定会赦免咱的罪，洗净咱一切不义。只是咱为着咱将咱家己的罪献上。恳求主来洗净阮的罪过，不管是过去、现在有显现还是无显现的罪，咱拢摆在你里面。求主的保护来洗净阮，咱只是来祈祷，为着家己的罪，为着咱所徛起的这块土地所犯的罪，咱献上祈祷，咱当心开声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里面。求你怜悯阮，求你怜悯阮。今仔日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阮的软弱甲过犯，阮时常照家己的意思行，不照你的心意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，你的面天父上帝，今仔日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阮的软弱甲过犯，阮时常照家己的意思来行，无照你的心意。因过误行为伤害别人，莫伤害家己。求你赦免阮的罪，用你的保护洗清阮的心，使阮悔改心，重新活在你的光明中。主啊，阮嘛为阮所徛起的一块土地，你认罪。一块土地因为人的心骄傲、自私、拜偶像，无实行公义，来受到亏损。阮是令阮常常离开你的真理。行伫家己的道路，恳求你赦免，搁医治这块土地。求你甲你的公义、甲慈爱，搁临到阮所徛起的所在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只是咱为着几项代志，阮献上祈祷。头一个，咱为着台湾的增加外交、国家复兴、甲社会安定。世界和平，咱来祈祷。
甲复兴台湾正教会，正做传扬平安福音、救赎恩典的教会，咱献上祈祷，咱当心开嘴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所赐这块土地，感谢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掌管万民的主，万国万民拢伫你手中。主啊，愿将阮所疼痛的台湾交托伫你手中，恳求你保守阮的国家，求你赐智慧和总统、行政执政掌管的所有领袖，刷去一切对立甲冲突。求主伊伫社会混乱，反转人甲人的关系，带来公义甲和睦，互台湾这块土地行伫你的旨意中间。主啊，我要搁为台湾正教会来祈祷，愿你的圣灵大大充满，复兴你的百姓，彼此相听，合一祈祷。愿教会正做世间的光甲盐，勇敢传扬平安的福音，见证基督救赎的恩典。愿搁较侪人会当明白你，归向你，愿你的国临到。愿你的旨意伫遮，伫世间，就亲像伫天顶同款。愿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接下来，咱为着教会50许年的时间，福音会当广传，咱献上咱的祈祷，咱做伙开声祈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对50的时间，你亲自看着阮的教会，经过风雨，也经过平安，一步一步过你的恩典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对过去50年的时间，你亲身看着阮的教会，经过风浪，经过风雨，也经过平安，一步一步，拢有你的恩典做记号。主啊，50许年是感恩的年，也是定心献上的年日。求你帮助阮，毋是干那纪念过去的荣光，却是看见你今仔日嘛所要做的新事。主啊，求你搁再一摆点到福音的火，互阮的教会，阮的心会当火热，互阮毋惊困难，毋惊改变，愿意行出去，将福音传遍每一个所在。求你祝福50许年所有的时间，无论是敬拜、宣教、关怀、培养，拢交伫你手中，互一切所做的，拢是为着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求你兴起每一个年代，互阮同心合意，互相成全，做世代三团教会，将信仰、使命、望交托落去。亲爱的主，愿将教会未来道路交伫你面前，愿你的旨意伫遮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福音伫阮的所在一直传到万国万邦。愿安尼恳求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过来，咱为着家己、甲教会兄弟姊妹，咱献上祈祷。无论是家庭生活、人际关系、工作、财务经济，为着教会身体病痛、心灵软弱，兄弟姊妹，咱献上祈祷。咱做伙开声来祈祷。听阮的主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为家己嘛为着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求你祝福阮的家庭生活，互相体谅，彼此相听，伫人际关系、工作、财务经济顶面，求你亲自引带，享受教育的恩典。主啊，嘛求你顾念教会中身体病痛、心灵软弱的兄弟姊妹，愿你的圣手扶持因。赐落心灵的力量，互因伫软弱中经历你的大能甲信息。恳求你安慰心灵忧伤、受困扰的肢体，赐因平安甲盼望。特别为了失去亲人的家庭，咱温馨求祈祷。愿你亲手拭去因的目屎，抱着因，安慰因，互因伫悲伤中悠然仰望你，得到你对遐来的平安甲盼望。哈利路亚！愿安尼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
阿门。最后，咱为着新选出的长老、执事、团队首长、任满、退休、轮休的中一同工献上咱的祈祷，嘛为着今仔日2场礼拜定时哈牧师的讲道，咱献上祈祷。求主温故哈牧师，互伊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拢带着信心的力量，互哈牧师所传讲的进入每一个人的心，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。咱做伙开声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为新选出来长老、执事、甲团队首长，交托伫你的手中。求你显示智慧、谦卑、甲爱心，行你所欢喜的路。主啊，嘛为任满、退休、轮休的中一同工，向你献上感谢，感谢因过去来忠心的服侍甲辛劳。主啊，阮特别为着任满、退休的信昌长老，感谢你，感谢伊这么多年来的忠心的服侍，真做教会最多人的祝福。求你赐伊平安。健康，在新的阶段继续经历你的同在。阮的天父上帝，阮将今仔日2场礼拜的定数交托伫你手中，求你亲自掌管，互一切敬拜、诗歌、祈祷、信息，拢合你的心意。叫阮的心专心会当敬拜你，听叹你的话。最后，阮特别为哈牧师来祈祷，求主你亲自高我伊。互伊所传讲的话语有信心的能力甲智慧，叫你开阮正人的耳孔，互阮毋但是听见，嘛愿意照你的话来行。主啊，愿今仔日的礼拜拢有你的同在，互每一个进入你地院的人，拢得到更新，得到力量，得到平安甲盼望。愿同心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学罗你，我的心、我的灵都会学罗你。有主我的心，我的灵，敬拜你圣尊名，用全心来唱歌。我心灵敬拜你的圣尊名，哦，若主我的心，我的灵敬拜你圣尊名，用全心来唱歌。我心灵敬拜你的圣尊名，日头出来，新的一天临到，就是要来唱歌敬拜我主。无论有啥物，你经做当你头一个，当日头落山，我犹原唱歌。哦，若主我的心，我的灵，敬拜你圣尊名，用全心来唱歌。我心灵敬拜你的圣尊名。我有一摆你用主你款待，你的名之冠，你的心宽容，因为你良善，我要学了你无线，千万的理由我心头。
我，我心里敬拜你的圣尊名。你到伊里渐渐失去开来，生命的路已经临到，我心永远要敬拜哦，落你无线，你千千万万你去到永远。哦，若主我的心，我的灵，敬拜你圣尊名。来唱歌，我心里敬拜你的圣尊名。哦，若主我的心，我的灵，敬拜你圣尊名。全心来唱歌，我心里敬拜你的圣尊名。你的圣尊名，敬拜你的圣尊名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献上我们家己，当作我者，献上你的心。只是邀请会众咱起立，做伙来敬拜咱的主。哈利路亚！将家己献上，当作我者，做主圣洁宝贵的器具。你吩咐稳定的唱着歌啊我，予我器具内面充满大快乐。让你双手我落你我主，全心全心拢予你耶稣。
一定会万人宣扬，你是弥赛亚，我尊崇你，我尊崇你，尊崇你名超过万名，你的国度遍满你全地，好你圣洁，因我掌管，我尊重你，我尊重你，尊重你名超过万名，你的荣耀充满全地，我的荣耀永远尊贵。我尊重你，尊重你名超过万名，你的国度遍满你全地，好你圣洁，永远掌管。我尊重你，我尊重你，尊重你名超过万名，你的荣耀充满全地，好你荣耀永远尊贵。耶稣真心如歌，看你所有见大乐，一定得万人宣扬，你是弥赛亚，我尊重你，我尊重你，尊重你名超过万名，你的国度遍满你全地，好你圣洁，永远掌管。我尊重你，我尊重你，尊重你名超过万名，你的荣耀充满全地，好你荣耀永远尊贵。你的荣耀充满全地，好你荣耀永远尊贵。你的荣耀充满全地，好你荣耀永远尊贵。这是咱来用信息200。